成大为了栽培 AI 机器人的专业人才，特别甲日本从事教育甲制造机器人真出名的香川高等学校合作，双方透过网络连线完成签约仪式。Now please rise and present the MOU to the camera. Again, thank you for gracing our signing ceremony with your presence. Hope we can meet our friends in Japan very soon. 签约仪式过后，成大校长表示，未来双方将进行教学学生跨国连线上课、甲学者的参访等相关合作。其中共同的课程已经开始规划，预计2021年8月第联合教学，对学生专业的栽培甲拓展国际观有真大帮助。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